跟郑重是一个福利院长大的姑子，他是我哥，后来又来了个妹妹叫红豆，我们3个人感情特别好。你确定抢你钱的是那些人吗？就是他们。要是我们打得过他们，那看差不多就赶紧跑。别吵，我打哪一个？你打那个瘦的，快头大人留给我。喂，是不是你们抢钱？我打了妹妹，出来！哎，完了，他们来了，来人了！刚才打架是你们俩，我姓罗，是个搏击教练。我是看你们有点天赋，想不想跟我学拳？学拳？啊，我们一起加入了拳击队。郑重他天赋好，人也努力，很快被 TBC 赛事看中，说要签他。就在签约的那天晚，是罕见的10个角度星，跟红豆约好了一起许愿。我们把愿望都写在纸上，各写各的，不许偷看。流星。